喂，做咩啊？哎呀，小心啲喎，小心啲。上晝10點半由聽咗幫我報警啊？應該人報㗎啦係嘛？踏入第4日，尋日夜晚有百幾人通宵留守，爭取加薪。罷工嘅工人繼續喺6號碼頭嘅迴旋處聚集。工黨2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同埋何秀蘭下晝會到場聲援。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早前表示，要確實進出碼頭人士嘅身份，不接受現場成為長期鬥爭場地。如果留守人士唔肯離開，公司會考慮下一步行動。工會表示會繼續留守，由於得到市民嘅支援，相信今次嘅行動會成功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發言人黎婉薇表示，目前有98萬名退休長者，社會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，促請當局設立專責委員會，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嘅時間表同路線圖，並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兌現競選承諾，設立養老基金。黎婉薇建議，每名65歲以上長者可以喺不設審查下，每月獲得3000蚊退休金應付生活開支。佢認為政府除咗用種子基金支付開支，亦都可以考慮向每年盈餘超過1000萬元嘅機構額外徵收1%至2%嘅利得稅，用作推展退保方案，相信做法可具持續性。港區人大代表譚慧珠話，聯合國公約提及普選要普及而平等嘅條文，喺港英時代不適用於香港，回歸後亦都冇加入有關條文。佢又話，即使係聯合國公約，亦都只係提到選舉權要普及同埋平等，而非提名權。譚慧珠表示，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話，喺普選行政長官嘅條件未有共識前，不宜展開普選諮詢，並非不准諮詢。對於係咪保證不再就選舉問題釋法，譚慧珠表示，包括中央在內，冇人希望見到釋法，但係如果問題未能夠解決，就有需要釋法。日本國民生活中心警告民眾提防有人借開發海底可燃冰乘機行騙。當局收到幾十宗舉報，其中一名受害人係60幾歲女子，騙徒聲稱代佢投資可燃冰債券，騙去110萬日元。可燃冰即係甲烷水合物，可能會成為日本新一代燃料。傳媒近日廣泛報導，當局關注對選案件可能會增加。呢方面，北京大學家人有好信號，上晝表示較為頻密，去由治清靜中心，只係未來2天日仍有雨，而且氣溫係熱咗到92，空氣係90.8。FM 94.8至96.8。